好，第35條啦。咁啊，佢俾一串嘅 complex number 你啦，咁啊，做一啲加減嘅運作。OK，好啦，因為佢咧，佢係每隔兩個加減咁樣樣，每拍間逐條嘅。OK，好啦，於是乎啦，我決定就將佢每兩個 group。OK，做一個 A square 減 B square 嘅 identity，再加下一組又係咁樣做 A square 減 B square identity。OK，好啦，咁啊留意翻咧，每一組嘅時候咧，前面係一個雙數，後面一個單數。OK，咁呢個係雙數嚟嘅喎，佢最後個 term 係一個雙數嚟嘅。OK，咁即係話咩意思咧？即係話其實呢嚿嘢咧自己唔成為一組嘅。OK，佢最尾要獨立處理。OK，佢前面嗰組咧，OK 就係 end with 呢個2025減 I square 同埋2024減 I square 減佢，OK，最後係呢一組嘢嚟嘅，OK 得唔得？係啦，然之後呢一粒再獨立處理喎，OK，好啦，然之後咧每一組我都會撳一撳機先嘅，let's say 我撳第一組機先啦，OK，咁啊同學仔可以用翻計數機啦，入翻 complex mode 啦，咁然之後就照撳翻1、2、3、4減 I 嘅 square，再減1、2、3、5減 I 嘅 square，OK 係啦。咁佢就會出到第一組啊，OK 係-2469，OK 咁啊再加2i，OK 咁我下一組都係咁樣做先，我下一組都係咁樣做，我嘗試去攞翻個 pattern 出嚟啊，OK 咁啊1、2、3、6減 i square 減1、2、3、7減 i 個 square，OK 咁啊-2473加2i。OK，嗱咁我有理由相信嘅，我有理由相信。OK，下一組咧就應該係乜都係加2i，每一組都係。OK，係啦，咁你睇翻個 difference 啊，你睇翻個 difference，其實咦-2469、-2473，負多咗4喎。OK，咁所以下一組我有理由相信係-2477。OK，咁我都建議大家 verify 下嘅。OK，係啦，咁樣樣。咁頭三組如果都係 confirm 咗係咁樣樣咯喎，就正如大家 expect 一樣咯喎，OK，咁我哋就可以估到個 pattern，哦，原來每兩個一組之後，佢哋做出嚟嘅結果咧，個complex number 嘅後面嗰個 imaginary part 咧，OK，都係2嚟嘅，OK，後邊都係諗住2i，咁前面就做一個由-2469開始作為 first term，不停減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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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一條 arithmetic sequence，OK，係啦，咁樣樣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就再要多一個好重要嘅資訊，就係究竟呢條 total 有幾多組啊？呢個 total 有幾多組？OK，係啦。咁嗱，我哋可以先數翻1、2、3、4，去到2025有幾多個數字先？OK，而呢啲數字係每兩個一組噶嘛，咁我將佢除以，我咪知佢個組別嘅數量咯。OK，咁1、2、3、4數到2025咧，有幾多組？有幾多粒數字咧？就係2025減1、2、3、4再加翻1嘅。OK，撳撳機先。OK，2025減1、2、3、4再加翻1，有792粒。OK，有792粒。咁啊，啱啱話啦，每兩粒一組，咁所以你係396組。OK，呢個數一陣間 generate 到396個呢一款咁嘅樣嘅 result。OK，好，咁我哋就可以開始做嘢啦噃。OK，396好。呢個唔查得。OK，好嗱。咁啊，即使話啦，前面呢一堆咁樣嘢加埋晒咧，就即係呢376個咁樣嘅 result 加埋佢。咁起碼首先我會見到佢哋有396個2i 加緊埋一齊。OK，而前面嗰啲 real part 咧，就係一個由 A 係-2469，common difference 係-4，total number of terms 有396個 term，我要揾佢哋嘅總和，即係 sum of 呢396個 term。OK，咁 AS sum 嘅嗰條式就話係 n/2，跟住再2a 加 n 減1，即係395個 D 係-4，哇冇位啦。OK，咁樣樣，咁我撳一撳機先吓。OK，-2469就乘2，就再減4個395，就再乘396，就再除2。OK，咁 total 係-1290564。OK，好啦，即係話呢堆嘢，呢396樣嘢加埋晒之後啦，係
290,564加396乘2，OK，396乘2，792個 I。OK，咁然之後仲要再加最尾呢一粒嘢喎，咁呢一粒嘢我就建議大家撳機就 OK 噶啦，2026減 I 二次方，OK，咁就係再加4104,675，就再減4052I，咁所以結果就係咧，哇撳死人，-1290564加4104,675，結果就係214,111，跟住792，但係減4052，就再減3260個 I，應該就係 X 加 YI 嘅 result 嚟㗎。咁即係呢個係 X，呢個係 Y。好，再加起佢啦喎。OK，咁即係2814111減3260，睇下有冇啦。2810851啊，2810851，係答案 A 啊。